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又过到了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次呢有讲到呢，这个乌石溪呢，哇，钱开了啊吼所以就安那叫苏州婆来烧食。特别甲讲安那呢，讲生意若也有趁钱吼，明年再来总袂迟。苏州婆就听了目屎流目屎滴啊，唔甘拆婚礼。伙计呢，甲伊合资的伙计就抗议讲，苏州婆是要你钱啊，根本的伊都假扣的，是摕姜母7目钱啊，假有心假有意，目屎哪淋漓，骗你这只戆大猪。了钱不要紧，无西窗是你做法事。讲到这吼，这个乌石溪呢，那上通啊啦，无上通嘛袂使啊。安尼讲，因钱嘛开大吼所以咱今仔就进一步要来讲，伊开始要做生意啊。伊安那做生意呢，伊就讲上行点货味，伊本人呢亲身到交行交呢去清点货色，数量甲品质，这批好，这批唔好，就上行就是行交行。亲身的去行交行的清点货色啊，偌济数量啊，品质看的。花羊13只，买甲满是所买的货本呢，按算要用13只大船，要得甲甜，用花羊13只，买甲满是。海面生理望天保庇，哇！这海面生理呢，这行船的生理海面上有风影，有海贼。随时呢有风险啊，所以祈求上天保庇，一切顺利。咱俗语讲得好，讲行船走马3分命啦，行船走马3分命，这种足大风险的所以讲海面生理望天保庇。有当时一个无小心无细致规个都拢起了啊，人咧讲叫做袂费的车倒打起了。顺风烧送，金富过年，所以就祝福呢，会当呢，祈求呢，会当一路顺风，通好官会府回乡过年。咱俗语一句话讲叫做顺风好驶船啦。讲顺风烧送，金富过年。祝福祈求呢，一路顺风，看会当呢，赶回去故乡通过年团圆，满家做戏。也有贺寿，也有团圆，满家做戏，就讲过年过节，满家沿路看有人在欢喜闹热，有的是祝福新年的寿诞，有的是欢喜一家团圆来咧庆祝，讲叫做满家做戏，也有贺寿，也有团圆。乌石溪呢，伊都大好野人啊，伊这好野人啊，好野人乌石溪大本钱啊。乌石溪呢本钱粗是一个好野人啦，所以大家嘛知影讲伊是为南洋也好，还是为这个登山也好，倒来的这个大生意人咱有一句话咧讲叫做要甲讲算盘跋筊人看见笑上伊，哇话版本讲思上伊啦所以一寡跋筊人呢，交友啦，开交经的啦，看伊呢，看乌石溪回乡有雷就是有钱啦，雷就想要安啦。食算盘，孝上伊的钱，要怎孝上伊的钱？袂使用偷的啊，嘛袂使用抢的啊。上好是啥物话？招伊来跋筊，怎跋？你看这古早咧有遮侪跋筊方式有人招伊缀莲宝，有人招伊钓白鱼，有人招伊高高叫，有人招伊缀吸笑。哇！你看有4种无共款的交经交友呢，为要招伊缀莲宝。话要叫伊钓白鱼，话要叫伊斗狗叫，话要叫伊缀吸笑。什么叫钓白鱼？什么叫斗狗叫？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后一集呢，较甲看众朋友做报告。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正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